巴西仔，巴士路線嘅線王，唔知你會諗起邊一條路線呢？線王又係咪一定係快？今日介紹嘅呢一條路線係一條老牌路線嘅線王，佢亦都係一條流水線。呢條路線應該冇人唔識，就係1號 A 啦。呢條路線往返中秀茂坪同埋尖沙咀碼頭。呢條路線經過嘅路段，以九龍區嘅走線嚟講，相當之長啊，行車里數長達14公里。唔好以為走線長就冇人坐啊！呢條路線沿途都非常之多人上落，做咗好多批唔同嘅客源。就例如係中秀茂坪同埋觀塘市中心，觀塘去旺角，觀塘去九龍城，九龍城去旺角，旺角去尖沙咀。加上呢一條路線係穿梭成條彌敦道同埋觀塘道。以上經過呢一啲嘅道路呢，亦都係香港非常之核心嘅區域啊！無論返工啦、放假行街、買餸，啲人都會坐到佢，而且仲有佢嘅優勝之處，就係佢嘅班次啊係非常之頻密，全日幾乎都係開緊單位數字一班。所以呢條路線嘅客量相當之好。雖然觀塘去旺角或者係尖沙咀其實有好多替代嘅選擇，甚至更加快添啊。不過呢條路線嘅角色係無可取代嘅，所以我會形容佢為萬能 key。但係呢條路線好少人由頭坐到尾。有一日我就由旺角去觀塘，我就覺得呢條路線嘅站點係非常之好啊。成條彌敦道沿途都有站，彌敦道唔同嘅位置，我就由長沙街上車去旺角。雖然我坐嘅時候係臨近新年，所以呢，去到花墟呢一個位都塞咗一陣。由旺角上車，經過太子、花墟，去到九龍城、麗晶花園、九龍灣、牛頭角，再去到觀塘市中心。由旺角去到觀塘都花咗接近1個鐘嘅車程，但係我覺得呢條路線係可以舒舒服服有位坐，仲可以用嚟補眠添啊！雖然旺角去觀塘沿途都仲有好多選擇，如果巴士嚟講，仲有去將軍澳尚德嘅296C 藍田廣田村嘅16號巴士，但係佢嘅站點冇1號 A 嗰個定點啊咁好，成條彌敦道都沿途有站，所以始終係1號 A 就腳啲嘅。呢個亦都係1號 A 嘅優勝之處，所以呢條路線我會定義佢為萬能 key 流水線線王。唔知大家又認唔認同呢？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。